10年前在台湾掀起一股歌唱选秀节目风潮，同时也捧出不少歌坛新人。艺人艾成就在当时超级偶像夺冠后出道，但他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不但发片反应不佳，转往戏剧圈发展还因狂 NG 压力带到精神方面出问题。苦熬多年才终于事业有成的他，近日在受访时透露，当年因参加选秀节目压力太大，在短时间内吞掉60颗止痛药。根据联合报报道，艾成从小就相当具有音乐天分，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各个歌唱比赛，击败不少对手，不过却也养成了他骄傲狂妄的性格。在2008年时，他毅然决然放弃在马来西亚组团的机会来台发展，没想到却处处碰壁，甚至一度落拓到在西门町当流浪汉，人生陷入低潮，得到严重忧郁症，吓坏身旁所有人。直到参加超级偶像，才逐渐受到关注，凭借着他的努力夺下第2届冠军。不过他透露，当时比赛过程中承受极大压力，全身酸痛到必须每天吃5、6颗止痛药才能缓解，甚至在短时间内吃掉主持人历经60几颗止痛药。然而夺冠后，他的演艺之路却频频卡关，获得发片机会却无奈反应不佳，因而转战戏剧圈发展。结果第1次拍戏就连续 NG 40多次，惹得导演当场怒吼：“你觉得 OK， 我们就收工。”之后听从有人建议喝点小酒注入戏，未料反而深陷于酒精，每天醉话连篇之外，还喝到酒精中毒。以为人生低潮就此结束，没想到在2016年更是谷底。他形容自己有如被鬼附身，在面对女友王彤、87乐团的未来及对爸妈的亏欠之下，让他压力带到像着了魔似的，不时想尖叫大吼，甚至一度还想轻生跳楼。当时他靠吃来发泄，使得体重达到人生高峰，吃肥到90公斤。所幸当时在爸妈和亲友的轮番陪伴下，才让他熬过那段痛苦的日子，重获新生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